日係將臨期靈修分享嘅第8日，我哋一同默想經文約翰一書4章19至21節，愛的生命實踐。約翰一書係使徒約翰所寫嘅，係寫俾上帝家裏面兒女們，亦都係一封愛嘅家書。經文19節呢度提到我哋愛，因為上帝先愛我哋。相信大家對呢一句嘅經文都唔會陌生。上帝係愛嘅根源，上帝先將佢嘅愛澆灌喺我哋裏面，我哋先至會有上帝嘅愛，亦用呢一份嘅愛去愛上帝，又愛弟兄姊妹。因為上帝先愛我哋，意思唔係講我哋所以愛上帝，係要回報上帝對我哋嘅愛。因為我哋唔可能報答上帝嘅恩愛。當我哋經歷咗呢一份嘅愛，主嘅愛喺我哋生命裏頭產生咗，因為有主嘅愛喺我哋裏面，呢一份愛就會自然流露出嚟。當我哋體會到主嘅愛越多，就越發愛主愛人。主雖然好愛我哋每一個人，但佢唔會強迫我哋。人嘅愛若唔係出於人裏面嘅自然反應，就唔係愛啦。若有人說我愛上帝，卻恨佢嘅弟兄姊妹，他就係說謊嘅。佢唔愛所看見嘅弟兄姊妹，怎能愛佢所沒有看見嘅上帝啊？呢度提醒我哋，若有人說我愛上帝，佢應同是愛弟兄姊妹嘅人。但假若佢係恨惡佢嘅弟兄姊妹，佢就係說謊，這是自欺欺人嘅。若係咁樣，我哋點樣才算係愛弟兄姊妹呢？就係喺待人接物方面會考慮到對方，會以對方嘅福祉出發，因為愛佢身邊可以看得見嘅弟兄姊妹，又關心佢哋，咁樣才算是愛佢沒有看見嘅上帝。上帝就是愛，這愛必須有對象，對象係好獨特嘅，係一群同我哋一樣重新進入上帝家裏嘅弟兄姊妹。我哋同上帝相交建立愛嘅關係，就必須愛佢所愛嘅人。同時，我哋若說愛上帝，就必須要有具體嘅行動。我哋可以從愛弟兄姊妹開始，愛弟兄姊妹就係愛上帝嘅最實際嘅學習。我哋愛上帝嘅心，要透過愛弟兄姊妹嘅具體行動表現出嚟。呢個係上帝嘅命令，就係愛佢，也應當愛佢嘅弟兄姊妹。我哋必須要遵行從上帝所領受嘅呢一啲嘅誡命規條，呢啲對自認為愛上帝嘅人講嘅。只要我哋愛上帝，就會愛弟兄姊妹。上帝嘅命令係我哋沒有選擇愛或唔愛嘅餘地，而愛嘅對象唔係只係愛你所愛嘅弟兄姊妹，連嗰啲難以去愛嘅人也要學習去愛。因為我哋嘅弟兄姊妹同我一樣，都係從上帝而生，我哋彼此都要愛上帝，也要弟兄姊妹彼此嘅愛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無論你喺教會嘅年日有多少，相信大家對於愛上帝也愛弟兄姊妹嘅教導都唔會陌生。但喺生活實踐上，呢個功課對你有啲咩嘅挑戰呢？我自己曾經都經歷過喺呢個嘅功課嘅裏邊帶俾我嘅一啲嘅挑戰。我曾經對於一位嘅弟兄姊妹，對佢愛真係好難去愛得上。當我自己
意識到有呢一個嘅問題嘅時候，我去祈禱問神，點解我裏邊會生發出呢一啲嘅感受感覺呢？喺祈禱嘅過程嘅裏邊，上帝對我有一個嘅提醒，佢話呢一個人裏邊嘅一啲，好像反映緊我裏邊有一啲嘅特質。後來我發現，原來我唔喜歡呢個弟兄姊妹裏邊嘅一啲嘅行為，所以我就產生對佢有一啲唔知道點樣同佢去相處，唔知道點樣去愛佢。後嚟慢慢去祈禱，求神去幫助饒恕我，讓我能夠去睇到唔係對方嘅問題，而係自己嘅問題。一路祈禱，一路去學習，一路與佢去相處，慢慢就將呢一個嘅結慢慢嘅打開。雖然喺個過程嘅裏邊都唔容易去面對，唔容易嘅學習，因為我哋都會成日見面，我哋都要去相處。但係有一樣嘢，神提醒我嘅係都反映緊真實我裏邊嘅自己嘅軟弱，係真嘅。喺生活實際上邊有好多嘅挑戰，要去愛上帝愛人真係唔容易，因為如果我連睇得見又喺我身邊嘅人，我點敢說我去愛上帝呢？都求主去幫助我哋，透過以下呢一啲嘅默想方向嘅問題，讓我哋一齊喺呢個課題嘅裏邊一同盡心學習。第一，回顧你嘅信仰生活中，你有哪些領受神愛嘅真實經歷呢？呢一啲嘅經歷對你去愛弟兄姊妹帶嚟咩嘅影響呢？第二，當你遇到難以去愛嘅人或事情嘅時候，你會如何面對呢？